今日係我第一次同醫生合作整甜品，知道咧糖胖症嘅患者其實唔係一定要完全戒晒甜品嘅，只要咧食材同埋份量方面控制得好，都係可以嘅。咁希望你哋都鍾意我今日介紹嘅甜品啦。近日有人問我，如果血糖爆標、體重過重，係咪唔可以食甜品呢？我今日好開心請咗陳醫生上嚟，同我一齊整甜品之餘，仲可以分享一健康貼士俾大家。陳醫生你好啊，Amanda 你好。我諗你所講嘅咧就係患有呢個糖胖症嘅人。所謂糖胖症咧就係肥胖嘅二型糖尿病病人，英文咧就叫做 diabetes。咁呢類型嘅病人咧，咁佢哋嘅體重過高啦，同埋血糖咧亦都係偏高㗎。咁即使係咁樣咧，如果佢哋可以將自己嘅血糖控制得好嘅話咧，其實佢哋都可以食翻少少呢個甜品嘅。不過咧就一定要低糖，同埋個份量係要少啲咯。咁就啱啦！今日咧，我會教大家整一個低糖香蕉燕麥鬆餅。不如陳醫生同我一齊整啊！好啊！首先咧，我會將啲牛油啦、黑糖啦擺入個攪拌機入邊攪勻佢。咁然後就加埋啲蛋液落去啦，繼續攪勻。咁我用黑糖嘅原因呢，因為黑糖成分比較天然，而且味道濃郁，可以減少用糖嘅份量。如果呢類型嘅甜品用嘅糖嘅份量係少咗，咁變咗對呢一啲患有糖胖症嘅病人咧，其實都適合㗎噃。咁另外就係對於黑糖嘅吸收咧，其實患有糖胖症嘅病人同冇患有糖胖症嘅病人其實係一樣嘅啫。咁所以總嘅份量嘅糖分係少咗嘅話，喺甜品裏邊咧，對佢哋嚟講係更加係健康嘅。然後咧，我要加啲香蕉落去，咁麻煩咧陳醫生幫手切啦。好啊。咁咧，我揀香蕉嘅原因咧，就因為香蕉本身咧帶甜啦，咁可以更加減少用糖嘅份量。咁係咧，頭先醫生你講糖胖症嘅患者喺揀生果方面有咩要注意嘅地方啊？其實平時咧，我哋成日見到嘅生果，譬如橙啊、蘋果啊、梨啊、香蕉啊，呢類嘅水果對佢哋嚟講都適合嘅。咁有啲乜嘢特別嘅水果係需要避免呢？就係多汁嗰類咧，譬如好似蜜瓜啊、西瓜啊、菠蘿啊呢類型嘅生果最好咧，糖胖症嘅病患者就少啲食，因為佢哋升糖指數係比較高啲嘅。然後咧，我會加埋啲麵粉同埋燕麥入去。咁燕麥嘅好處咧就係佢高纖啦，有飽肚感啦，可以控制食用嘅份量。咁我聽講咧，燕麥仲可以控制血糖，係咪真㗎？其實係㗎。燕麥裏邊嘅呢個高纖維咧，係令到我哋食落去嘅糖分咧吸收係減慢咗嘅。咁另外咧同樣一個好處咧，亦都係減少膽固醇嘅吸收嘅。咁所以燕麥咧係一個好好嘅好健康嘅食品嚟嘅。咁麻煩陳醫生幫我倒入個模度啊！倒好模，放入180度嘅焗爐焗20分鐘就得㗎啦。等，低糖香蕉燕麥鬆餅咁就完成㗎啦。趁熱食啊！雖然呢個鬆餅係低糖，比較適合糖胖症嘅病人，但係都要適可而止嘅。糖胖症咧，除咗係飲食嘅配合之外咧，亦都要同藥物一齊配合嘅。新一代嘅糖尿藥咧，可以將身體多餘嘅糖分咧排出去。從而咧可以控制到血糖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減輕體重㗎。多謝醫生意見，咁大家要記住咯。各位糖胖症嘅朋友，平時要注意飲食，控制好自己嘅血糖，亦都要關注體重㗎。定時咧要去醫生度做身體檢查。咁樣咧，你先可以享受到一個好好嘅生活質素。